多拢看吼，迄顶我有写颠倒万岁，嘿嘿，颠倒万岁，艺人的守护神一定要甲一定要发这间200几年哦，本来宫庙外口应该拢是石嘛，啊，不过颠倒万岁无共款，伊是金鸡银犬，平常时庙的壁顶悬拢是写这庙的历史，啊，这个无共款啊。伊顶悬哦，有啥物海绵宝宝啊、派大星啊，啊，有米老鼠哦。我唔捌啦，唔捌来过，水啦！来，我俩这边都公办啦。唔捌。哇！你有捌看过这个庙甲左右邻居这里那亲近的无？你看，我隔壁还有大啦。啊，你看，金鸡，还有银犬吗？文天，文客啊，白了，你请问你是？我建主委啦，啊，中建的主委。哦，你注意，是这的主意，啊无坐这做啥？安尼问伊就对啊。啊，是安怎中庙啊？头前应该拢是石狮啊，那是金鸡。因为经过文客是颠倒万岁的部长，敢若上帝讲孤抓咧，啊妈祖经。妈祖是正义啊，是容易啊。对啦，敢若一般人共款，若是请的保全，甲我请的保全无共款啦。哦，啊那我是甲天主在挨下子节好不好？哎，先去拜拜。拜。阮安尼知影颠倒元帅，但是有一寡细节我无讲介了解。为什么颠倒元帅是管这个艺术方面的这个，亲像什么南管啦、北管啦？啊，伊颠倒元帅去考教的时阵哦，伊是考着探会啦，中咧语言的孙，伊爬起来走一个歌，啊，这个歌就是当年王去游月江的孙望见去游月江听到的，啊，叫全国人演奏。无人会晓咧，啊伊起来演奏诶，啊你哪会晓？伊讲无论什么乐器，无论什么诶，我都会晓咧啦。哦，啊，到尾从家方变状元。哇，原本探花啊，就好唱歌啊，啊，对什么乐器拢会晓啊，就变状元啊。哦，哇！所以不管你是唱歌艺的啦，唱评剧，只要是戏曲方面、艺术方面，拢是受伊管的了。啊，受伊管的。哦，所以咱这个图案拢有一寡迄个南管甲北管的迄个图哟。但即摆中间吼，内底人无创脚架，拢创伊的乐器啊，这拢是伊的乐器。这拢是咧，你无讲我无详细。这10年前各方庙的孙创的。听讲这还有迄个什么迄个，你拄啊派大星。哎，唔啦，这个有啥物派大星啊，有啥物海绵宝宝。到老尾才个画出来，是这好看的。咱内底是拢创这古装的，拢无。对外口套了新的。啊，你敢是啥？无啦，无啥。这都有这无啊？伊唔是囡仔，囡仔是咧咧看的啦。外口无啊？北京庙是袂画的啦，但这间是戏神。你敢有看得到？留落来。哦，这嘛是戏啦。200年啊，我按200年前就有这个物件，有这个戏啊。哦。拍摄。哎，安那？我打几个岔啊。你说。北高讲顶头，啊你倒位？我看无拢买啊。梁上面有这困难我是个有无？啊！哇，这隐形的哦，这世界上看有啦。真的无上这看哦。因为你叫囡仔来。囡仔是安尼。有没有看到派大星？哦，对呀，哎呀！哎，真正安尼看有啊！哎，这是囡仔的视角，才看得到咧。安尼来的时阵才看得。你是？啊，咱的一间庙来画这卡通。对啊，你无反对哦。哎，我都反对哦，都输伊啊。伊讲这代是我老囡仔看的，内底是我90岁。对哦。内底90岁，外口9岁。后摆200年了，人看过哦，较早就有这个派大星。这是庙代代相传。这嘛容易画。哦，注意，来翕相。来，哇，这出名的，这出名的。来，来看呀。1、2、3，耶！